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一寡专门咧做外国生意的，拄着即届的疫情拢真惨。像台北文华东方酒店，伫咧6年前开幕，这个带房的人客占8成拢是国际观光客。即届因为疫情边境管制，这个国际观光客无来，挡袂落咯。酒店发出着声明，6月开始停止客房的营运，嘛要资遣员工。台北市劳动局已经接到大量改聘的计划书，这个酒店做一届要裁掉212个人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这交通部有纾困的计划，但是并无接到文华东方酒店的申请，后续会阁了解甲协助。雨落袂停，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员工的心嘛咧落雨。有疫情了后，外客国际观光客趁钱的文华东方酒店，就定定安尼，一个人客都无，营收受到足大影响。酒店发出声明表示，国际旅客跨国旅游无遐尼紧就当恢复，6月初1开始暂停带暝服务。另外一方面，嘛要资遣部分的员工。预定在6月7号要资遣212位的员工，要在60天前提出计划。所以呢，如果文华东方还是要依照6月7号来资遣的话，那么就会违反了大解法相关的规定。台北市劳动局嘛证实，文华东方酒店27号营业时6点外提出大量裁员计划，863名员工，其中有212人无透露。如果说政府不赶快来振兴，让这一些产业有生意可以做，可能未来还会有像类似这样的情况会发生。我们都有纾困的方案，可是文华东方他们并没有来申请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每一间饭店做法拢无共款，亲像原本外客国外旅客金华酒店就积极拓展国内市场，但是文华东方酒店决定要裁员，伊会阁去了解和协助。文华东方酒店大量裁员，劳动部已经介入协商，要保障劳工的权益。